Weekend 快閃澳門，唔使過夜都有超級多嘢玩。第一站先去 Toy Story 30週年主題展，呢個6米高巨型胡迪有超多人排隊影相。其實商場內外都有好多個打卡位，呢套巨大化嘅安仔睡房，連胡迪嘅鞋底細節都有，仲有3米高嘅毛毛牢騷。如果有埋香味就 perfect 啦。記得沿途收集靚印仔，完成任務後可以換小禮物。商場嘅餐廳都有換上 Toy Story 嘅佈置，當然要行埋期間限定店啦。部分更加係呢度限定商品。第2站就去到8字形摩天輪，一共有5款 Toy Story 主題包廂。除咗火腿，仲有三眼仔、牢騷、胡迪同巴斯光年嘅佈置車廂。由摩天輪落返嚟就可以去星匯餐廳食自助餐，即煎鵝肝多士，大量供應，完全唔需要等。仲有開邊龍蝦同生蠔，即湯圓條吞拿魚刺身等等。當然要去睇埋相隔5年回歸嘅水舞間啦。回程之際，估唔到仲有驚喜，記得follow Klook，下次再同大家發掘旅行玩樂好去處啦〜